等了好长时间了，有些累了，上来坐。吃完就睡啊，真不怕胖。别摸人家这里，心里痒痒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没感觉？少得意，说说，这几天是不是过得很惬意啊？那是相当惬意啊！分了那么多红利，昨天又跟他们商量着要怎么样修一下我们家的花园。就差夫人生个大胖小子。哎，那天我插鱼的时候，你跟夫人聊得怎么样？哎，我们家夫人好像对我们俩的事儿有所察觉，但就是不说。是啊，开造纸作坊的时候他就察觉了。可是他好像对我们俩在一块没有什么意见，对你印象也挺好的，没拿你当外人。那是我故意给他留好印象。自从那天在你怀里哭过以后，我就想清楚了，随你怎么折腾吧。等我老了，你看不上眼了，常来说说话也是好的。不，你这么说话，把我说的也太不是人了吧？那我要是就这样想占你便宜的话，我还不早就把你就把我怎么样？越气人太甚啊！我可不是毛头小子，把我逼急了，就真有把你给……就会耍嘴皮子。把那天的歌再唱一遍吧，那个调调好听。你唱，我给你伴舞。你唱，我就坐你怀里听，你抱紧点。哎呀，这个姿势啊，我都喘不上来气儿，我怎么唱啊？就知道你今天心不在焉。那天你心里就我一个人，今天还想着别人。我也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明知道你心里没有我，还白白让你占便宜。哎，这事儿我得跟你说个什么？你别口口声声说我占你便宜行不行？我占你什么便宜？那天那个破裤腰带的事儿已经够让我丢脸了，早知道我还当初早就把你给办了。那天那个裤腰带，我今天还扎着。你要不然再看。哎，别！我跟你说实在的啊，早先啊，我这心里边还真存了一点占便宜的心思。可是后来呢，每次一见到你，我就心里边特别踏实，特别舒服，这种想法也就慢慢淡了。那说明你心里已经有我了，比那些上来就想占便宜的还可恨。你可恨，你可恨，你可恨。计时了。猜。哎呀，猜什么猜？你这大白天的，弄个帘子，点着蜡烛，我哪猜得出来啊？一点情调都没有。唉，太晚了，再不回去，夫人该起疑了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刚把我睡完，就又惦记起你夫人来了。哎，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可不是我把你给睡了，是我在这打了个盹而已，这两者可差着清白呢。你清白，你守身如玉，是我把你糟蹋了，行吧？那要真有这一天，我一定奉陪到底。想得美。哎，行了，别贫了，我真回去了啊。我一会儿去你家串门啊。等半个时辰呗，我先走。都依你，没良心。不跟你贫了，我先走。这都睡醒一觉了，程小公爷的酒怎么还没醒啊？应该是跟程小公爷聊天呢吧？天都黑了，至于聊那么久吗？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，陪我去找找。夫君，夫人歇的可好啊？现在都睡醒一觉了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啊，别提了，那个德昭啊，借着点酒劲儿，一直跟我聊起来没有来。从我爹聊到我爷爷，从我爷爷聊到他爷爷，最后我们竟然聊起了四叶兄的爷爷。
聊完了爷爷呢，又聊祖宗，聊完了祖宗，就聊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，聊的是昏天暗地，我也无法脱身呐。真是辛苦夫君了。来，快躺下歇会儿。我给夫君按摩。好啊。周爷，兰陵公主来了。怎么又来了？知道了，先安排公主去正堂，我这就过来。这寡妇跟得够紧啊！合着我前脚走，她后脚就出门了。夫君好生歇着，妾身前去照应着。好好服侍夫君。见过公主。没有外人在，不用客气，快坐吧。子豪呢？陪程小公也醒了一下午的酒，倦了，正在卧房歇息呢。公主莫急，晚膳的时候我去喊她。我怕是什么也吃不下了，上午吃的鱼到现在还没消化呢，这会儿肚子里一点余地都没有。谁不是呢？夫君，你应该是早就把程小公爷送走了吧？这死丫头，话里有话吧？夫君心里明白。明白啥？刚才吃鱼的时候，公主给你递眼色，妾身都看见了。就你机灵，不许跟夫人说啊！我才不说呢。哎，行了，别了，我也不受力。你怎么最近圆了很多？妾身长大了呗。要说兰陵公主啊，她还是我姨母呢。她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。多漂亮啊！忘了，反正就是特别好看，而且还八面玲珑的，夫人也挺喜欢她的呢。你才15岁，懂个屁八面玲珑啊！妾身不小了，夫君你都扛不动我了。夫君，我是不是肉肉的？哎呀，你姨妈比你肉多了。这丫头存心恶心我呀！姨母，这也太邪恶了吧！我真是个不折不扣、败坏伦常的禽兽。哎呀，好了，以后换个称呼啊，不准叫姨妈，就叫兰陵公主。夫君，姨妈能做的事儿，妾身也能做。小丫头，你怎么一点也不学好呢？一天到晚想什么呢？抽你了？早抽！还把你抽高兴了。行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兰陵她不是什么坏人，就算她是个坏人，也没对咱们家存什么坏心眼儿。她来找我，无非就是来跟我聊聊天，谈谈学术问题。你说她一个寡妇，她一天能干嘛？她也就这点消遣了。所以你别给我胡思乱想的。妾身年龄还小，还要夫君多管教呢。滑头。还有，我跟你说啊，兰陵改天再来咱们家的时候，你别东躲西藏的，大大方方的，该干啥干啥，明白吗？这个快到饭点了吧？估计夫人也做了不少好吃的。走，带你吃饭去吧。夫君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能跟夫人说。那你给我做汤。走。哎，我算明白了，为什么达官贵人都喜欢吃这小稀粥啊？这小米粥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啊！夫君肠胃不适，要不换郎中来瞧瞧？我就是前2天吃烧烤吃太多了，想到孜然我就恶心，就想吃点清淡的。子豪兄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吃饭的雅兴了。没事。哎，你吃了吗？没吃一块吃点。没肉啊？不用，我吃过了。啊，对了，我打听出来了，四爷兄啊已经随关内府兵进驻了单州，而且啊，他这回烧了大量的牦牛肉干，够吃好一阵了。西宁早先不是在宿州吗？怎么在隆冬有调动呢？
善州已经是大唐和吐蕃的交界处了，如果发生战事，那里肯定是最前线。也许朝廷使用的是以攻为守的策略来牵制吐蕃，给辽东战区减轻压力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新皇帝上台励精图治几年后，国力大增，信心爆棚的想开春变暖后两线作战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皇帝有不隋炀帝后尘的危险，和历史上所记载的李治截然不同啊！夫君，夫君，啊？想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可是还是不舒服。子豪兄，你有病啊？你有病，别大惊小怪的。咱们一会儿吃完饭回去一趟吧。回去？有事儿吗？我想去趟军部。军部，出啥大事了？没啥大事，别喊。这不都正月13了吗？再不拜年，就年都过了。我就想去军部跟同僚们打个招呼，顺便带点野味儿，还有孜然，看看你爷爷。还是夫君想得周到。那我们回去收拾东西，这会儿就动身。哎，先吃，先吃啊。到了。来，夫人。好了，那我去去就回，你们先回吧。夫君一路小心。放心吧。小侯爷，您坐稳当啊！夫人，走了。